各位亲爱的乡亲，大家好！又到来听堂的时间呢。我是今日要教大家运动的大 A 老师。今日我要教大家是居家有氧的动作哦。居家有氧运动可以提高你的心脏还有肺部训练的功能哦。等下大家就停在线上看下来运动哦。做运动前，我要带大家要看下来做可以用你眼神一起来的动作哦。等下就停在线上看下来暖身。你第一个动作原地踏步。我记得你的脚趾头，然后脚趾要向前面。你的脚趾头要变强松。你的两只手要压得，两只手到你腰围旁边左右的摇动。你有好不好嘛？你两只手可以慢慢的老动作变较抬起来。你可以让你的大脚臂再个卡卡口袋位。注意调整体格的头肌哦。你要来加上你的肩头，慢慢的向后直前。你可以往高方向，用你的肩头向前直前。就会刚好，你再来到原地踏步。再好好的调整体格的头肌哦。第二只可以让你热身的动作，就会到你的左右踏步。你的脚趾头，然后脚趾要向前面，两只手向后摇动之后记得体格的头肌哦。可以慢慢的用你的屁股接起，用再慢慢的吐气。你要加上你的肩头，慢慢的向后直前。记得你的同手同脚哦。你慢慢的让你的手离较太前一些嘞。就会刚好，还可以嘛？你拿你的手跌到前太前。慢慢的老手，比较细前的位，再到你的肩头直前之后，你大家慢慢的再来到原地踏步，调整体格的头肌，你再过一摆哦，大家加油，两只手向下前后的摇动。加上你的肩头直前，再4摆，左右踏步，加上你的肩头同样向后直前，然后你的手慢慢的卡到口袋位，然后你的手跌到前太前。注意体格的头肌哦，慢慢的让你的手离较细前的位，再让你的肩头直前之后，再来4刀、2刀，前后1刀，再来到原地踏步。大家有让你体格身体热起来嘛？你走了，前后1摆好嘛？加油哦！两只手，你的肩头直前，再4刀，前后1摆，左右踏步，肩头直前，用手卡起来，你向下跌到前太前。慢慢的，跌较细前的位，到你的肩头直前之后，你再来到原地踏步。大家好好的调整体格的头肌哦。
安尼大家可以两基数打开来，两基数慢慢的变下来，安尼慢慢的屁股可以接起，用再吐气，再个2摆，慢慢的吐气，安尼轻后1摆，慢慢的吐气。安尼就大家我向下来做做运动了。今日要教大家是基础有氧步伐。跳有氧舞蹈可以提高你的心肺功能，最重要的是要好好的调整自家的头气哦。一下就停在线上向下来做，安尼向下原地踏步，安尼原地踏步预备哦。两基数向下摇动，停在你的音乐，脚趾头要向前面，不要轻松哦。安尼第一个动作，我来做系 V 字步。V 字步就像安尼英文式的一个 V， 安尼叫我前面踏，我记得踏转来，两只脚打开来，脚啊合起来，原地踏步。安尼准备要弯脚出发咯 ，Go！ 两只脚打开来嘛，前后移动，原地踏步，弯脚。安尼到右片左片两片的 V 字步夹起来做哦。准备好嘛？4、3、2、1。前后1摆，弯脚，准备再弯脚1摆，准备弯脚咯，原地踏步，第二大动作，我们要来到抬膝步。你的身体，我要了解向在你的旁边，叫抬膝步。肚时要舒缓了，你的脚趾头啊，抬脚臂，我靠近你的眼神，准备弯片哦。你起的呢，要记脚，我记得脚趾头，我让它有弹性。安尼再过1摆弯片，再过4度，4、3、2、1弯片，原地踏步。还记得第一大动作是 V 字步，第二大动作是你的侧踏抬步，然后2大动作来夹到向下哦。准备好嘛 ？Go！ V 字步，准备弯片，侧抬膝步，弯片，再过1摆，弯片。接下来 V 字步哦，准备弯脚，来到侧抬膝步，弯片，再过1摆，弯片。V 字步，大家加油哦！准备弯片，调整自家头气哦。侧抬膝，弯片，再过1摆，前后4、3、
2、1，你眼睛踏步。大家好好的调整体家跳起哦，心脏有跳动脚毛。你等下我再给我改100哦 ，V 字步，然后侧抬膝步。加油，你听得赢哦，准备好了 ，Go！ 准备弯脚，侧抬膝，弯片。你莫较加了。V 字步，弯片，侧抬膝步，加油！我们再改100哦！1，V 字步，2，弯片，侧踏抬膝。加油加油！弯片，侧抬膝，你再来做原地踏步，慢慢的调整体家的头起，就会更好哦。慢慢的脚边看慢点喂，两只手打开来，慢慢的吸气。慢慢的吐气，你再给我加100，慢慢的吐气。刚下教的动作，大家有好不嘛？等下做停停先生，继续做下去哦。今日要教大家是有氧舞蹈的教学，跳有氧舞蹈，我感觉你的心脏跳较急，要好好的调整体家的头气哦。好，记得要保持你的心情快乐哦。停停先生，放下来运动。你慢慢的到原地踏步，慢慢的让身体捏起来，脚趾头向前面，两只手左右的摇动，等等你的音乐，要保持心情快乐哦。你要变化咯，你要做踏侧点，踏点，两只手放在腰的旁边。脚趾头慢慢的时间，我记得你要向前面，把你的脚趾同一个方向。你加上你的两只手，都是要数很来哦。你继续。你动作不用卡太到位，你要准备到你的抬膝，你要加上两只手打数哦，你要都是要用力，让你的抬脚臂，然后脚趾头卡起来，加油哦！你再来到原地踏步，再调整体家跳起，你重新再来100，踏侧点，要准备哦，抬膝，两只手打数，都是数很来。再加侧点，踏侧点，抬膝，打数，踏侧点，抬膝，打数。你再来到原地踏步，调整体家跳起哦，屁股夹起，用在吐气，有记得嘛？
你要重新开始哦。侧点，开始，打数，踏侧点，开始，两只手卡卡高头的好吗？踏侧点，你睇睇你嘅荧光幕。开始，两只手卡卡高头的哦。再加一摆，大家向下加油。踏开始，两只手打数。再来到原地踏步，好好的调整体架跳起，有知道你的心脏跳较急掉的嘛？好好的调整哦。你要再多加一摆，大家准备好嘛？踏侧点，开始，还记得吗？两只手，卡卡高头的打数。踏侧点，你慢慢的向前移动，好吗？开始，踏侧点，慢慢的向前移动，向后，开始，打数，加油哦！你踏侧点前进，侧脚抬膝，打数，踏侧点后推，抬膝，打数，前进，抬膝打数，踏侧点后推，抬膝打数。加油哦，继续好嘛！开始，最后一摆哦。开始，慢慢的到你的原地踏步，好好的调整体架跳起，太架两只手打开来，慢慢的放下来，慢慢的打开来。你的步伐慢慢的不要看慢，慢慢的接起，慢慢的吐气。做运动过后，要到大家向下来做，可以用你的眼神变强壮的动作哦。你提早动作可以让你的两只脚打开来，用你的脚趾头，让你的脚趾向前面，用你的一只手卡高，你的手呢可以去靠近你的耳孔。用你的手指向上面，另外一只手到你的腰的旁边并等，大到要慢慢的接起，吐气的时间，你慢慢的身体向旁边，你要存等你的侧腰肌群，记得慢慢的接起，用你的手卡在高头的，慢慢的吐气，用你的身体慢慢的带转来，手并下来，你要准备往另外一边哦，用你的手卡高。去靠近你的耳孔，手指指到上面，一只手爱到你腰的旁边，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到你身体的旁边，伸展到人家的侧腰肌群哦。用你的手来看眼的位，可以再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用你的手慢慢的打开来，你再多加一摆，吸气。慢慢的吐气，慢慢的吸气，手来较长的位，吐气，用你的手带转了，你弯片，慢慢的吸气，身体要向上面，吐气向旁边，慢慢的吸气，手来较长的位，吐气，用你的手打开来，听一下，你的动作，你要同手同脚，用你的一只脚。举起来，向后举起来，
我牵动你体家平衡，你的手慢慢的打开来。我记得你的脚趾头可以向你体内的方向。也在动作呢，可以去顺着你的大腿前侧，太脚臂前面的股四头肌。我记得起蹬的脚要保持有弹性哦。你再停留一下，深呼吸，慢慢的吐气。你手不用脚不用好了，手不用好了，不用强手。你准备完片，你同手同脚举起来，到你的手的后背，脚要卡稳来哦。以及手要牵到你的平衡。你都冇卡，要找到体家平衡。你的重配，你可以去牵到你冇卡走的，卡稳的走的，你可以撑等你的走的，让你体家找到体家平衡哦，你较安全哦。慢慢的再落脚变下来，你再个加一摆，往另外一只脚举起来，顺着你抬脚臂前面的股四头肌，慢慢的深呼吸，慢慢的吐气，等好，你落脚变下来，准备往到另外一边。记得咯，无卡可以撑到你的较安全的走的，找到体家的平衡哦。你的脚趾头要向体内的方向，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做位等好，第三只动作，让你的脚到前面，脚举起来，两只手插到腰的旁边，让你的起蹬的脚一滴滴的弯，让你的手腕向后背翘起来，让你的眼神慢慢的略的向前，让手腕翘起来，脚趾举起来，可以顺着你抬脚臂后背的腿后肩肌群哦。两只手也可以放到你的抬脚臂的上面，一再慢慢的吐气，慢慢的吐气哦。你向下落脚旋转了，你往另外一只脚向前面举起来，起蹬的脚慢慢的略的保持有弹性。两只手插得，让你的手腕向后背，身体略的向前。记得你的脚趾要尽量举起来哦，这样可以去伸展到你的腿后肩肌群。再停留一阵，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做位等好，你落脚旋转来，两只脚慢慢的不用强手。你可以两只手慢慢的打开来，慢慢的吐气。你的脚趾头可以不用强松，再一度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轻喝一摆，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今日教大家的动作，大家有学会嘛？记得当日做停停先生向下来运动哦，你眼神同精神慢慢进来，更好。听懂，下摆见。